就是他！杀！快点，给我抓起来！你们放过他！你们陪我们抓人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看见没有？哎，那儿有个女的。走，过去看看。看着像。哦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啊。是他。来，咱们悄悄过去看看。走，来，走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梅子，梅子，一姐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把菜呀托给熟人卖了，你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刚才啊，来了2个男人，就站在那儿，可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了。什么人呢？我没看清。梅子，你还是赶紧进屋去吧，以后啊少出来为好。哎，那我把担子挑回去。去吧，衣服我来晒。管家，这女子也不错。你快去告诉司仪，我们在这看着。快去呀！好。哦，你们没有看错。我看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不会看错，您放心吧。啊，住在王老抠家。另外一个小美女是王老抠的女儿，这个小女子啊，她长得也不错。少废话，赶快把梅子给我抓回来。是，司仪。哎，多带点人去。快走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管家，轿子来了，快点抓人！来。一姐，真的是这样的，是吗？是这样啊。钟小梅，就是他，杀！快点，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！你们放过他！你们陪我们抓人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看见没有？1000两银子买的，你赔得起吗？啊！不行！王明德，你是条狗！小姐，我再也不是你们家奴才了啊！哼，回见。你这条狗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俩给我通通的带走！快点，快带走！带走！走，快来！放开我！走吧你！闭上嘴！混蛋！叫你们抓梅子，
把王一姐给我抓来干什么？啊！你们知道不知道，他爹是有名的闹事鬼？你们给我红眼楼添乱是不是？啊！四姨饶命，小的该死，小的也是为四姨着想啊。为我着想个屁！哼，那王一姐，她的表哥是郑板桥，我要是收留了他，这院子还能安宁吗？四姨，听小的说啊，扬州马通判大人到处托人找小妾，还没有人选。郑板桥的表妹，四姨不敢要，他马三贵敢要啊。四姨，如今有人告你明办歌房，暗为妓院，那马通判要是真找您的茬儿，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四姨，刘哥说的对，你好好掂量掂量吧。哎呀，别生气呀，一姐，这是一个误会，别生气。哎呀，一姐呀，都怪我手下的没长眼，把一姐给抓来了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哎呀，这点银子是四姨的一点心意呀。王姑娘长得多水灵啊，人见人爱，有空常来玩啊。呸！鬼才会到你这种脏地方来。哎，哼！四姨在这儿呢。哟，梅子姑娘，终于把你给找回来了，这可是你的福气呀！你想想，你成天走东串西的，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。再说了，你成天跟你那个穷叔叔鬼混，那能有出头之日吗？谁说他是我的叔叔？他只是我的。他不是你叔叔，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？这么说，你们俩是合着伙的来坑老娘的狗男女啊？你一定跟他睡过觉。呸！你才和他睡过，不要脸！你，阿根在，把他的衣服扒了。表哥，表哥，嫂子，我表哥呢？你表哥去学堂了，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那个钟小梅被红月楼的人抓回去了啊！他在学堂，你赶快去找他。我走了啊！哎，关关雎鸠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君子好逑。下面讲一下头两句的意思。这关关呢，就是鸟鸣叫的声音；雎鸠呢，就是这个鸟的名字。就是说有鸟在河边鸣叫啊。窈窕淑女呢，就是那美丽漂亮的女子。君子好逑，就是说思念的君子呢，去追求他所爱慕的女子啊。先生，好球吧，是不是要和他亲嘴儿啊？放肆！你们笑什么？朽木不可雕也。把手伸过来，伸过来，伸远一点。今天啊，让他们一人打你一下，把你的手啊打了，看你长不长记性。过来，都过来，看你还敢不敢了？啊，你们都排成队打，一个一个的打啊！我一会儿就回来，快打！先打我，给我，给我也打，我也打，什么事儿？啊，那边说。给我了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快说！钟小梅让红叶楼的人给抓走了。什么时候啊？
就今天上午，我刚从红叶楼跑出来的。哎呀，快走！